歡迎收睇《獨遊軌跡》，今日一個人快閃馬六甲3個鐘，走訪呢一座融合咗葡萄牙、荷蘭、英國3個殖民地色彩嘅文化遺產城市。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Make sure you subscribe， just subscribe, like, comment, everything. My God！行程由荷蘭廣場開始，呢個地方嘅建築物本身係白色，直至到英治時代先至一律改為紅色。最突出嘅建築物當然就係荷蘭歸正會基督堂，仲有英治時代興建嘅馬六甲鐘樓，零件係生產於英國，然後運到嚟馬六甲組裝。仲有荷蘭紅屋，係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嘅行政中心同埋總督官邸。身後建於1904年嘅維多利亞噴泉就係象徵住英治時代嘅馬六甲。興建噴泉其中一個目的就係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週年，而當時亦都有富商華人參與斥資興建。然後嚟到蘇丹皇家博物館，蘇丹王朝即係1400至1511年，亦係15世紀東南亞嘅貿易大國，同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嘅貿易絡繹不絕。本來呈現當時蘇丹國繁榮嘅一面，例如喺軍事武器環節裏邊就展示咗當時用嘅長矛同埋盾牌，亦都有當時生活文化上所用到嘅器皿、家具等等，亦有不同年份嘅服飾設計展示，更加還原當時蘇丹嘅議事廳，中間嘅就係蘇丹王，坐喺兩側嘅就係不同階級嘅官員。討論國事、頒布命令都喺呢一個地方度進行。博物館雖然面積唔係好大，但係俾遊客有一個穿越回600年前嘅感覺。然後嚟到聖 Paul's Hill， 屬於葡萄牙人嘅遺產。當年著名傳教士聖方濟各亦都多次嚟呢個地方傳教。雖然我係唔會進入任何宗教場所嘅，但係現時呢個地方已經係一個遺跡，所以我覺得係冇問題。而且呢個山上亦都有一個角度係可以俯瞰成個馬六甲河口。全個馬六甲最有故事性嘅地標，由葡萄牙人建造嘅法摩薩要塞，但係而家見到嘅就只係剩翻呢一個城門。由於英治時代期間考慮防禦問題，所以將整個法摩薩要塞全部拆毀，而剩翻嘅就係眼前呢個聖地牙哥城門。城門屬於拱門式，遊客可以內進欣賞佢嘅結構。而城門外展示嘅大炮就係當時葡萄牙同埋荷蘭統治時代用作海上防禦嘅海防炮。由荷蘭廣場出發，步行大概5分鐘就會嚟到馬六甲嘅另外一個地標雞場街。至今已經有超過300年嘅歷史，佢糅合咗馬來人、華人同埋良野人3種不同文化。建築物以中式紅磚融合南洋文化，每一座嘅顏色設計都係獨一無二。小店方面，我就最中意南洋工作坊，除咗有良野服出租之外，亦都有以雞做主題嘅碗碟出售。我記得以前香港食車仔麵嗰時已經用過佢。除咗小店之外，雞場街嘅世圍公園亦都值得大家嚟觀光，因為佢係紀念2008年馬六甲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公園中間嘅銅像就係拿督威拉顏文樂，佢係雞場街文化坊嘅創辦人，亦係健美運動嘅先驅。跟住就會到訪雞場街另外一個景點媽咩專門店，呢個即食麵同埋零食品牌，相信對於大部分東南亞嘅觀眾都並不陌生。由70年代初拿督潘振興創立，由馬六甲一間小工廠至到風行東南亞，佢嘅味道亦都成為唔少馬來西亞人嘅童年回憶。最後介紹馬六甲河，佢係蘇丹王朝嘅主要水道，當時嘅主要進出口貿易都係靠佢先可以達成，可以話係居功至偉。3個鐘頭嘅快閃之旅呢，而家就要結束啦。咁馬六甲呢個地方呢，我係會推介嘅。如果住喺吉隆坡嘅朋友呢，可以參加一啲1日團。下次再同大家介紹其他旅遊資訊。